就内政部统计，全台湾65岁以下的老人家有248万3位，已经是高龄化社会的。其中含有16岁以上的老人家有10%國家喎，讓人建立友善老人社會非常重要。除了政府喺各地設立嘅老齡中心，提供長長課程，也有社會團體參與到社區培訓在地志工。帶領老人家透過圖畫書和個團體活動來記錄生命故事，唔單止增加老人家同社會嘅互動，也希望打幫免去頭擺嘅事情，來降低促到失智症嘅風險。地志工帶領下阿公阿婆拿等挖皮挖出7個五官，看等7個挖出按神奇嘅樣嘅，等等就下太難。也係桃園平鎮人民社區100批老人家讀書計劃，大家就望等上課嘅日咧，同老朋友共下挖土做落做，來分享和激動老師度方生命嘅美好。當主持條志工和準備嘅片菜飯，為老人家見識更大最顧。來這邊就是參加太極拳，有參加這個協會，還有參加老人關懷中心。每天就期待能夠來這裡上課，上課很開心，看看老朋友啦，老師會每一堂課都不一樣啦。所以他們上課來了都上班，我還弄，他們都真的我還無聊，所以上課都知道真歡喜了，有聽到有愛個歡喜的味素。這些耶穌上誒，呢度係一件小型嘅天影院，設置作為大螢幕投射超能嘅觀眾。當地嘅放鬆天影嘅就係總經理，對後生世界處理語言服務嘅，也係退休嘅，免去做上語言嘅好光景，佢係印象當成。第100又100嘅社區課程導航，天天嘅老老師導航嘅畫面，做出萬幾場嘅時光寶盒。大概天影40年代哦，那片呢他們無拍嘅。機器嘛真老啊，做一片的嘛還會跳，光線嘛沒真冇用探進去打，沒用片球，被加壓無人去，嘛燈的頭燈的沒輸燈的啊，所以講可能也艱苦，做也真艱苦了。我們的寶盒是透過我們長輩的過去的時間軸跟空間軸的轉捩點，然後把它縮小版放在寶盒。那每個長輩的轉捩點，它不一定，有的時候是因為他逃難，有的時候可能是因為他因為是童養媳，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保存的東西，然後去讓大家知道過去的長輩對台灣這片土地的貢獻。隨同也項計劃嘅台灣老太人協會，民國96年起實地社區培訓志工，對待等老人家面向老頭擺，再個用影像畫圖來做7個圖畫書，7個來講7個故事，希望老人家唔會按夾有實際問題，未俾時代留下嘅見證。到各個社區，透過長輩回憶懷舊，利用這繪本來製作的一個方式，長輩把他過往的一生重新去做檢討啊，其實為對呀佢哋嘅聲音因為咧長輩到咧活動中心裡面親度英雄互相來分享互相之間能夠透過咧共同來活動回憶讓他們漸對佢嘅一生、過去嘅一生呢，用正面嘅角度來看待。老細細嘅耶穌上嘅打造出7個工作坊，呢度看講嘅剪紙練出來嘅東西，都係76歲嘅叔叔阿婆一等讚到嘅手工藝品。平常時認真正都去攞杯石頭路。
跳热的地方下，其实动物族，假如讲鼓励佢去上课，而且你情感ก็可以，来前转生活的奇妙。人家说，钱在银行，死在天堂就这样一天过着一天，回来他有时候劝我说，去那边要开开心心的，作业不要做了，你一作业做下去，头脑又在发呆了，又要去吃药了，我现在书包就丢着，明天做我们家里的事，等到礼拜四书包背着又去，同学说你有没有做？我说你有没有做？老人家本来吼，俩有佚佗老人家唱甲个数字没强个，佢长来家吼，真不足，心肝无变开，用电话问安吼，佢都讲真艰苦啦。倒暝来了俩米以后吼，用佢交到真多朋友，俩吼亲话讲，唔讲家人方面去，以前佢唔敢讲俩地方，俩都真开放，汉唱安尼佚佗老人家吼，来了俩米以后，佢搭下礼拜四6点人吼皮包就。书包就8点来了。亚哈地桃园新竹台南也对演示，当年有30到40名社区甲日夜红结合皮老人家读书同乡下吃饭的计划，只要协会统计桃园大总值一整年用无1000元，不过意思同社会募款行喺同时里，好少推广无按改。你希望讲，政府可以变了的经费。因为你政府呢，施在了老人家的经费真多，效果也冇按好啦，你看唔到，你可以政府变一下经费，你俩到各位所来培养了的台理人、在地的培理人，你让他到社区去代理、台理了、带领了吼老人陪读的活动吼，你可以讲下就。效果。叔叔阿姨有辛苦吗？深夜社区用总比宿舍方面同老人家做派，有严重家庭对生命的热情。面对台湾近来近多的老人家，全台湾248万的老人人口。除提为政府使预算来建立长期的医疗同居家照顾系统，在政府财政唔好的情形下，迄讲第四结合民间自贡的资源，成立社区关怀，提升老人家生活的品质，将为实现老有所终的理想社会。